大家好，我哋係 RG Computer，我叫 Jason。今日係5月22號2分鐘 list 分析系列嘅第8日。今日 list 分析系列都非常之特別，冇錯就係呢份客人嘅手寫 list。一張相帶大家翻10年前問砌機 list 嘅滿滿回憶。直入正題啦，客人係13,000至16,000蚊 budget，但係就咁睇呢，就唔係好 get 佢想要啲咩嘅，因為 list 佢寫出嚟都比較雜亂，只係知道佢想要850W指定牌子嘅火牛 RTX 4070以上顯示卡。至於 RAM 方面，呢個都幫牌子澄清一下先，因為佢話唔買 Kingston 呢個牌子，但係佢又俾咗 HyperX 呢個 option 我哋。HyperX 其實係 Kingston 其中一個 RAM 嘅系列，所以大家要清楚自己買緊咩啊。同埋8GB 嘅 DDR5 其實出咗冇耐，其實就已經俾市場淘汰咗，大部分依家都係16GB，並且速度5006以上嘅 RAM，至於5200樓下就真係好耐冇見過啦。至於 SSD 方面 ，SM850 其實被 SM850X 取代咗，所以我哋就唔建議客人買啦。至於呢個客人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嘅，例如佢堅持用14700KF，但又話唔想配搭水冷。第一問之下先發覺佢對水冷有好大個誤解。經過一番解釋，我哋最後都幫佢執咗條咁樣嘅 list。你話係咪最好呢？相信以客人嘅本身需求，2K 144Hz 最高畫質玩 GTA 5，咁呢條 list 嚟講都算係可以滿足到嘅。並且並唔需要用到最高級嘅零件。至於大家對呢條 list 又有啲咩意見呢？下面 comment 話俾我哋知，因為每個人對於砌機嘅需求都一定會有唔同嘅，所以記住和平討論啊！咁今日呢集又結束啦。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叫 share 同埋 like， 等你嘅朋友知道原來砌機都可以咁簡單。砌機有關嘅難題交俾我哋，等 RG 成就你嘅遊戲世界。